2025年全運會嘅群眾項目遙控帆船，主要係分為兩個組別，有體積較大嘅 DF95，以及體積較細嘅大約550毫米長嘅普及型 F5PS 550級。有超過30年賽船經驗嘅 Max 就話：科技進步，船種越嚟越快啊！最主要都係有啲新款嘅船，佢嘅設計咧係為快而設計嘅。咁啊，例如而家我哋今次去玩呢個賽事咧，係用嗰隻叫做95啦。咁啊，呢隻船咧嘅設計咧係快船嘅設計，就唯一係同舊款嘅設計係唔同。有學校亦都希望將呢個運動推介俾同學，認為當中嘅體育精神同埋科學知識都可以幫助同學們嘅成長。我希望咧透過呢個活動咧，讓學生有個實踐嘅機會，從而培養佢哋做人處事嘅態度。因為喺大海上高玩呢個遙控帆船咧，其實會遇到好多困難。咁啊，受住風向啦、天氣啊各方面嘅影響。如果最後佢哋去到個目的地，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一方面咧，訓練佢哋嘅成功感。一開始參加呢個活動嗰時人咧，係學校邀請嘅。一開始我都係抱住試下嘅心態啦，但係點知喺呢個過程中遇到好多嘅困難，好彩咧我就越戰越勇，衝線嗰個成就感係言語係無法表達出嚟。我覺得帆船係一個好神奇嘅活動啦，因為佢係淨係可以靠風力去行駛，而唔係靠引擎。咁玩落去仲要研究下個水流啦，同埋個風速，而去 set 好嗰個帆。先可以發揮到個帆船嘅最大作用，同埋好有挑戰性呢個活動。何佳軒同學試過訓練中途遇上暴雨，情況都幾驚險，不過就令到佢學識同大自然相處。而曾子薇同學最開心就係同隊友一齊乘風破浪，學到點樣去裝電池啦，同埋一啲對於風嘅同埋天氣嘅嗰啲知識啦。然之後同埋點樣揸船啊，即係例如如果係揸其他船呢，咁都係有啲幫助。出問題嘅話就會首先會向教練請教下啦，之後就會向翻隊友佢哋請教翻啲問題。喺呢啲期間，我同隊友嘅感情都增進咗。